我今日咧就繼續係去會見喺我哋今次嘅選舉裏邊嘅界別分組啦。今組咧就係同會計界裏邊嘅4位嘅選委嚇。其實會計界嘅另外10幾位咧，我早前已經係大家見過面㗎啦。咁啊，今晚咧就嚟到同資訊科技界，咁都係有個好嘅互動嘅交流啦嚇。咁討論嘅範圍都係好闊嘅，即係有一啲係全港性嘅議題，亦都有一啲係特別係業界嗰個議題。咁由於我未發表我自己嘅全部嘅政綱啦，咁所以呢啲嘅會面我都希望能夠聽多啲意見，特別係每一個界別嘅意見，希望能夠豐富到我日後嗰個政綱嗰個編寫嚇。睇下大家有咩問題嚇。我由3個禮拜前進行競選嘅工作呢，已經反覆嘅公開強調呢個行政長官嘅選舉呢係喺香港嚟到去依法進行。我亦都會好努力呢，自己去做呢個選舉嘅工程，因為要得到嘅支持呢，唔單止係1194位嘅選委喺3月26日咧去投票，亦都係需要面向全港嘅市民。咁所以呢個工作就係繼續做緊，亦都係需要自己好努力去做啦。你覺唔覺得中央支持你係嘅時候嘅？你之前有講過，即係你之前有講過就係話，即係有啲人刻意營造嘅地欽點嘅形象拖累你嘅民望。覺得今次嘅事件係咪有啲人刻意放風出嚟，想進一步拉低你嘅？我唔評論呢啲問題嚇，大家應該係睇得到嘅嚇。咁你覺得係咪你係個受益者？因為有中央官員。我諗剛才呢位傳媒就朋友已經話咗呢個唔係一個受益嘅情況喎嚇。咁有冇中央官員向你表達過呢一個意思，或者張德江或者任何中央官員？我已經答咗好多次啦，我係會自己好努力去做呢場選舉，而呢場選舉因為要面對全港嘅市民呢，我睇唔到有一個人一個機構可以影響到市民對於今次參選行政長官嘅各位參選人嗰個嘅睇法。點樣睇下曾俊華今日出咗？Sorry 咩？點樣睇下曾俊華先生今日出咗個政綱嘅？佢出咗個幾詳細嘅政綱。佢又話有啲人喺即係其他候選人未出政綱嘅時候就已經表明咗支持，令到佢覺得奇怪。你自己點樣睇？每一位選舉委員會嘅委員，佢係憑啲乜嘢嘅考慮嚟到去表示支持呢？呢個係佢哋嘅人身嘅自由啊，我就好難評價。譬如喺外國嘅議會，好多時係以政黨聯繫就可以支持嗰個人㗎啦嘛嚇，唔係一定又話要睇呢個參選人候選人呢，佢個全面嗰個政綱。我留意到呢，就係曾俊華先生呢已經公布咗佢應該係一個全面嘅政綱啦嚇。咁我自己製作呢個政綱嘅過程呢，我都講咗啦，希望係真係做到多聆聽、多關心，與民共議。咁所以大體上係有個3部曲嘅。第一呢，就喺上個禮拜5，我公布咗我嘅施政理念嘅框架啦，亦都係提出咗喺3方面要引入一個新風。喺下一屆政府喺初步歸納咗社會嘅意見呢，亦都認為房屋、經濟發展同埋教育應該係擺喺施政嘅重點嗰度嘅。咁下一步呢，我就會係提供更加多嘅資料。咁呢個下一步應該都會喺2月14嘅提名前呢，我就會透過大家啦，當然亦都係就會公布進一步嘅資料。咁但係全面嘅政綱呢，真係希望能夠聽多啲嘅意見，就去到提名期結束之後呢，當去進入去最後階段啦，就各位1194位嘅選舉委員會嘅委員要決定喺3月26日點樣投票呢。我希望到時呢，就能夠展示呢個全面嘅政綱，亦都希望無論係選舉委員會嘅成員或者係市民大眾呢，都感覺到我喺3月公布嘅全面嘅政綱呢，有吸納到佢哋嘅意見嚇。覺得中央話你係唯一支持嘅人選係咪欽點？
我答咗呢個問題啦。有冇政綱嘅問題咧嚇？會承認自己買不如好似我未答晒有關政綱嗰個嘅問題。我留意到阿 John 喺個政綱裏邊特別係稅務嗰一部分嚇，因為稅務應該係佢嘅強項啦，咁所以我都對我嚟講好有參考價值嚇。咁但係稅務嗰方面呢，有兩個建議呢，都係非常之有趣嘅。一個呢，就係話引入喺利得稅一個累進制，藉此呢舒緩一啲中小企業嘅稅務嘅負擔。一個呢，就係以一個負利得稅嘅方法呢嚟到幫助一啲低收入嘅人士。呢兩個課題咁巧，雖然我過往唔做稅務呢，我都有一定嘅了解同埋研究。前者呢，我知道每一年嘅財政預算案嘅諮詢呢，我哋好多商會都會寫詳細嘅意見書俾財政司司長。呢個希望減低中小企嘅稅務負擔。透過某一種嘅累進式嘅稅率，即係話賺得少嘅公司呢，可能交嘅利得稅唔需要係16.5%呢。其實喺近年呢，每一年交俾政府或者交俾財政司司長嘅意見書裏邊呢，都係出現嘅，而且係擺得好前嘅。咁所以我今次參選，我自己準備去見商界嘅時候呢，我都翻睇咗呢啲嘅意見書。我自己雖然冇一個好強嘅即係稅務嘅背景呢，我都覺得係一個都唔係唔合理嘅建議，因為香港嘅中小企呢，事實上係相當辛苦嘅，因為又要有租金嘅壓力啦，咁亦都喺人手嗰方面而家都面對一個困難。咁所以喺我第一個見嘅界別分組嘅商會呢，我都主動再問大家對於呢一個嘅稅務嘅建議係咪仍然係一個好，認為係一個好嘅建議呢？如果係，我會係有一個好開放嘅態度嚟到去考慮嘅嚇。咁呢個係我早前3個禮拜前已經表達咗個立場。但當然即係今日即係由阿 John 講出呢，就大家會有少少奇怪啦。咁過去9年都做唔到呢個稅務嘅建議，係咪有一啲好實在嘅執行上嘅困難？而家呢啲執行上嘅困難係咪已經係解決咗呢？咁我作為將會都係提一啲稅務建議嘅行政長官嘅參選人呢，我都真係好有興趣去知道嗰個以前考慮話唔做嘅時候嗰啲具體嘅困難同埋嗰啲政策嘅方面嘅意見係咪而家已經即係唔會再影響到呢個建議嗰個執行。至於負利得稅，其實我哋喺扶貧委員會呢，係負嘅入息稅呢，係喺扶貧委員會呢係討論過嘅，因為扶貧委員會係非常之想幫助一啲低收入嘅人士。換句話說，佢好努力工作，但係佢都賺唔夠嚟到去供養佢嘅屋企，所以並不存在佢要納稅啦。但係可唔可以以佢嘅稅務嘅情況，即係其實唔需要交稅，但填咗稅單嘅情況之下呢，透過稅務嘅系統嚟到幫佢。咁但當時我哋得到嘅即係從負責稅務政策嘅官員嘅意見呢，就係呢個不可行，呢個係複雜化咗香港嘅稅制。咁所以亦都係咁樣呢，我同當時嘅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先生呢，就設計出呢個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就透過我哋自己去請呢啲符合低收入在職嘅人士咧去申請一個嘅津貼，嚟到達至係相同嗰個作用。咁所以我好高興聽到原來而家呢個又係可以考慮，因為可能透過一個稅嘅方法咧，涵蓋面係比較闊一啲嚇。因為我哋今日嗰個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嗰個申請嗰個數字咧都係偏低，比我哋預期偏低。咁所以如果係有一個更加好嘅方法，而當日我哋真係考慮過呢個好嘅方法，但係亦都係做唔到嘅呢。今日如果都能夠做到呢，咁可能係值得我作為參選人好，或者今日嘅仍然在任嘅政務司司長扶貧委員會嘅主席呢，可以重新去考慮。